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見面啦！今日咧嚟到天盛苑咧，介紹一個大兩房俾大家。呢個非常之實用㗎，539尺，仲可以自行間3房添喎。點實用法，我哋一陣間可以睇片。咁天盛苑咧非常之超方便㗎，咁隔離已經係咧西鐵站啦，而樓下亦都有個購物商場，有街市同埋食肆嘅，應有盡有，超級方便。好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大家一齊睇睇啊！呢個咧入門位置啦，客廳同飯廳大家都睇到啦，非常之闊落。咁之前咧業主做咗好多櫃啦，同埋住咗都一段時好耐噶啦，咁應該都要大執裝修。咁頭先都講過可以間3房，其實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入門呢個位置咧可以間多一間嘅。咁我右手邊呢一個緊房，大緊房嚟㗎，放2張床同埋大衣櫃，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內籠非常之闊落，咁轉個身嚟呢一邊啦，咁我哋睇睇咧佢嘅景觀啦，樓景啦，同埋望翻自己嘅來源嘅，比較清幽清靜嚇。再轉過嚟呢一邊咧，就有一間緊房，咁之前小朋友做咗個上下格床啦，咁你雖然有上下格床，但係咧仲有空間嘅呢度位置，仲有一個書台。咁呢度門後邊咧。呢度仲有一個衣櫃仔添，浴室同埋廚房位啦。嗱，個廚房好闊落嘅。咁左手邊咧放呢個洗衣機啦，我右手邊咧就放呢個雪櫃嘅一半度。廚房位置，咁呢個浴室啦。都係寬敞嘅，咁全屋都要再執過噶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如果有興趣睇嘅 call 我啦，記得，拜拜。